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28。以赛亞書44章30安尼讲：我要摒落水，互喙焦的地；我要互焦燥的地有溪水直流。我要将我的神摒互你的后代，要赐福气互你的子孙。三甲来祈祷，要将你的神甲福气赏赐互阮后代子孙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实公义的全能上帝，你的权柄遍满伫全地。主啊！你是疼痛人民的慈爱天父，你的恩典充满伫通世间。主啊！你世世代代看顾敬畏你的儿女，也将平安甲喜乐赏赐互倚靠你的百姓。主啊，愿要一生感谢你。主啊！你是赏赐活命的主，是阮的石盘。求你赏赐阮的儿女有敬畏你的心，互阮通遵趁你的旨意来行。因为你要摒落水，互喙焦的地；你要互焦燥的地有溪水直流。你要将你的神摒落，互阮的后代，要赐福气互阮的子孙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